東縣當去辦熱氣球嘉年華會，有8場的煙火秀。昨煙火火勢是落在台東市森林公園 PBO 的附近，嘛造成樹林着火哦。在飯店中華火才拍花。今年的國慶煙火嘛在附近來辦，環保團體就呼籲講，一定得愛斟酌規劃，才袂閣發生意外。台東縣熱氣球嘉年華會倒算第2場的光雕煙火秀，13暗時佇咧台東市海濱公園國際地標舉行。光雕秀了後，就會放真水煙火。啊，毋過技術有一粒煙火落佇咧附近森林公園 PBO 保安林造成火燒。台東縣消防局消防隊員趕緊用奧多擺入去按水線，嘛用空氣機指揮拍火。先打開這個會燒過來。因為燒的所在有2頁，面積大概要1公頃，14透早才甲火拍花。台東縣農業處初步調查，發現木麻紅、銀合歡，還有一寡茶基去用燒去，會閣保證一寡樹仔，恢復環境的生態。應該它這邊就是讓它自然在做生長啊，自然恢復。縣政府他們也是很努力，只是說在這個風險評估，他們可能比較不嚴謹。不過發生火燒的森林公園附近，就是今年放雙十煙火所在，嘛閣互環保團體真關心國家慶典甲環保生態共存的問題。要規劃這樣的一些活動的時候，那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煙火的這樣的一個釋放，然後能夠以其他的替代的一個形式來進行。官府就表示，雙十籌備會拜三討論了後，要改變做要較低分貝煙火，而且甲放的時間縮短做30分鐘，放的角度會向海面放，嘛繼續和環保團體溝通，而且聽因的意見，甲雙十煙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